望一位列仙班的列位祖师爷，保佑清明剑宗平平安安，流芳百世，保佑。哎，好了，做个形式就行了。我拜了3000年了，也没见邪灵呢。怎么样，药材带了吗？啊，自然是带来了。祖师叔，您说好。坐吧。啊，就不做了。宗内重建事务繁忙，我就不打扰祖师叔的筑基大业了。哦，那重建的时候，顺便叫人帮我把这顶也修一修，看着怪闹心的。这是啊，没什么，送老朋友的时候用力大了点。3000年了，每次都是这一套，有意思吗？程序是必须得走的。再给我1个月，1个月后，我保证练好长寿丹，补上阳寿。时间不能再少了。你这么晚才来通知我，你也有责任。早点来，我不是就能早点准备了？这种事哪有先通知的？只给10几下。好吧。哦，对了，我那老朋友走的时候问我讨要一些长寿丹，修屋顶的时候再给我带点长寿丹的药材吧。这个怎么了？炼制长寿丹的药材不是挺普通的吗？这还有困难？普通是普通，可宗内却从来不采购这些药材啊。一般拜入我清明剑宗的修士，都可顺利筑基，筑基之后也就不需要长寿丹了。行，那就给我1株天心草，再给我准备些盘缠，其他药材我自己下山去买总行了吗？盘缠自然不在话下，可是这天心草，怎么？不好弄啊。好吧，那不谈此事了。既然没什么事了，要不你帮我看看我这自创的造化断体功可有长进？师兄看我这身段，可与那日天路池所见一般无二。你怎么知道？祖师叔的造化断体功真是出神入化，出神入化。这不是不能筑基，只能琢磨些外功消遣娱乐一下嘛。祖师叔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药材房还有1株天心草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我这就去取，马上就给您送来。快去快回哦。祖师叔，你慢点下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接下来我自己走就行了。那祖师叔一路小心，弟子就先回去了。晕死我了！这小子什么破技术？我一定要筑基，学会御剑飞行，再也不做别人的剑。这买卖是越来越难做了，大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唉，没办法，最近尸妖作乱，不是为了口饭，谁想在这鬼地方待着？有人来了，快，都躲好！好，是。呀，嘿。几位好汉有事？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这都多少年了，怎么人间绿林人士还是这套词啊？这人咋不怕咱呐？是啊，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哎，少废话！上玄国早就乱了，我就算在这杀了你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把盘缠交出来！对啊，老子放你上玄国已经太平了近100年，我们清明剑宗的弟子也偶尔下山游历斩杀魔物。哎，看来是个傻子。难道古州十国又打起来了？也不像啊，上！那多数是内乱所致。我说你们几个，什么情况？
人，竟然只靠修习武艺就达到了修仙者的炼气期，厉害呀！哪儿来的五毛小儿啊？给我杀！帅！你小心后面，不漂亮。哇，兄台好功夫啊，佩服佩服！刚才多谢兄台出手相助，不知兄台这身武艺是师出何？这里最近有妖物作乱，你一个文弱书生在外面不安全，还是顺回家为好。哎，兄台，你看你这身子骨比我还薄，怎么倒说起我文弱了呢？好自为之。哎，你不是说妖物作乱吗？怎么还往山上去呢？这天就快黑了。我去除妖。哎，除妖这种事交给修仙的嘛，这里离清明剑宗不远。靠那些修仙者，除妖？的确是熟悉的味道。果然在这儿。看来这次回去得让绝云泽好好整顿整顿，这些弟子们的除妖思想觉悟不够啊。找到你了。就快到永德口了。恶心，滚开！嘿，兄台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，你居然是尸妖！你是那个文弱书生？哎呀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文弱了？看来现在还不是聊天的时候。能不能轻点儿？小心后面！等一下，我很快就好。小心！你还真挺快的，杀都杀了，还去拨弄他们干嘛？恶心不恶心？没什么，就研究一下。兄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挺厉害的嘛。刚才被打劫的时候为什么不出手？哎呀，那不是兄台没给我出手的机会吗？刚才兄台走得急，我想追来道谢，没想到这还帮上了兄台一点小忙。你这可不算小忙了。哎，你不足挂齿。不过兄台可还得多练练妖力啊！我看你这速度挺快，可发力不足。得亏这尸妖年头还不长，不然你刚才可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听说最近上玄国很乱，
看着妖物纵横，是那里出什么乱子了吗？嗯，不瞒兄台，上玄国最近妖物作祟，导致朝堂混乱，民不聊生。这样啊？那你怎么不去找清明剑宗？他们那里有专门管这事的部门啊。要不是这帮修仙的，上玄国朝堂也不会像如今这般混乱。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？白秋然。在下，唐薇。白兄武功盖世，可否与我回上玄国一趟，助我斩妖除魔，救万民于水火？我定保白兄荣华富贵。荣华富贵就算了，请我吃个饭就行。啊，堂兄，你这也太客气了吧？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，咱们就吃个饭就行。走，不止吃饭。看出来了。二位确定共用一房？你管我们几房？去叫你们老板过来便是。这里的东西不能吃。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？白兄，你挺一挺，这欢喜境界可不是一般地方。这里全是魅惑人心的妖女。妖女又不妨碍我吃东西。你不知道，来这里的男人都被蛊惑了心智，谁知道是因为妖法，还是因为在吃食里下了药？不至于，都是妖女了，还下什么药啊？至于。这上玄国的国王变得昏庸无度，就是见了那妖女苏香雪一面之后，为了娶她还要搞什么祭天大典，弄得民不聊生。苏香雪？怎么，你认识她？不认识。我娘急，先出去一下。我说，既然点名让本姑娘见客，你这又是想躲去哪儿呢，白秋然？我路过，是这位公子点的你。让我来介绍一下，堂兄，苏香雪乃是魔教之一的合欢宗宗主。她虽然是邪教，但是身份尊贵啊，别说一个上玄国，100个她也不会放在眼里。这位是堂兄，今天还救了我一命。他是江湖义士，只不过看着最近上玄国妖孽作乱，所以才误会你们。你这也怪不得他误会，这装潢，这灯光，是吧？目标太明显。行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误会一场，还是来说说最近妖物横行的事儿吧。这位堂兄也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了，明里暗里，我总感觉有人特意把最近的妖乱指向我，所以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真的不是你？我真想要上玄国，还需要勾引国帝吗？也对，以苏香雪的本事，她想要上玄国，做掉国帝会更快一点。苏香雪，我会盯着你，你最好别乱来。还真是个执拗的孩子。怎么样，有查出什么眉目吗？就是仙界、妖界、鬼界那些破事儿呗。我是懒得管，既然你来了，就看你愿意不愿意管了。自你斩杀我师尊之后，我们就再没见过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可是按你的建议，好生改革了一番合欢宗，也再没出现过男人死于非命的事了。你不觉得该表扬我一下吗？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我是下山来买药材的，再不吃长寿丹我就要死了。人命关天，我先走了，回头再聊。木头。对不住您方子上的这几味药，我们这里都没有啊。这都是些普通药材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说来奇怪，最近官爷把附近这些药材店里的这几味药全都买走了，有多少买多少，一点没有留。李家那小子体弱多病的，这要是在大殿上晕倒了，你我谁担待得起？老板，你家除了药有没有小娃子啊？哎呦，官爷，您这不才来买过药吗？
你也看到了，我家就我和老太婆2人，还差一个童子，这上哪儿弄去？那些道士说了，这祭天大典关乎国运，要不咱再辛苦辛苦，多跑几家问问。哎，走吧。大人，我太饿了，能少口饭吃吗？你爹妈呢？我是个讨饭的，没有爹妈。呀，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在外面讨饭呢？这朝廷得管呢。走，叔带你去吃好吃的。